宜兰南澳自2月开始试办教育部推动的偏乡学校由中央厨房来同齐供应营养午餐的计划。不过，即马所出现着饭煮无熟，甚至有菜汤、有头毛、有塑胶等等的问题。县府就赶紧表示，会甲厂商解约，重新启动招标，来确保营养午餐的品质。学生食营养午餐时阵，发现汤内面拢是菜汤，面内面有头毛，甚至还有塑胶片，看了就唔敢食。头发还有虾子壳，是哦，还有那个虫，头发吧，都是塑胶的，塑胶片。哦，按这样你们还敢吃吗？可能是倒厨余吧。宜兰县南澳乡2月开始试办教育部所直直推出的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包括东湖、金阳等9间偏乡国小，拢和南澳高中中央厨房配送。不过一直出状况，和家长正受气，担心有食安的问题。错误的政策，然后已经1个多月了，没有改善也就算了，我们还要等你们开完会决议，然后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那个健康的那个菜色？我刚刚所讲的前面那些事项，也足以让老师、学生以及家长都已经相当的不能满意了。除了午餐的品质无好，东湖、金阳甲澳花等3间学校，因为离南澳高中相远，午餐常常伤晚到，饭菜拢已经冷去，所以希望会让退出中央厨房计划，用学校家己的厨房来煮食。就是刚开始第1个礼拜、第2个礼拜，那他对设备不熟悉，所以才会有延误。相关的后续就要依照合约来做一个采法。我想最重就是解约。南澳高中的厨房今年2月才启用，学校讲厂商对新设备一个无熟，才会发生生活教的问题，所以来加强督导确保午餐的品质。宜兰县政府是讲，将会甲厂商解约，并且启动招标程序，确保午餐的经营品质。若讲要退出的学校，会直接了解因的诉求了，汇报给教育局，看安怎协助。记者综合报道。